除咗呢啲青銅器嘅出土之外，香港仲有一啲同期嘅考古發現，好似謎一樣，要我哋去尋找答案嘅。呢啲就係古代嘅石刻啦。喺香港8處地方，有人發現有古代石刻。呢8處地方係滘西洲、龍蝦灣、東龍島、蒲台島、大浪灣、黃竹坑、長洲、石壁。呢啲石刻已經有3000年嘅歷史㗎啦。咁到底呢啲石刻係邊一個朝代刻上去嘅呢？不如我哋去請教下專家嘅意見啦。啲石刻咧，由佢嘅花紋度我哋可以睇到佢嘅圖形係似商代同周代嘅嗰啲祭祀器皿上嘅花紋。咁所以我哋估計咧，佢刻嘅時代咧，應該係可以早到係商周嘅期間嘅。呢啲石刻係乜嘢人刻上去嘅呢？佢哋點解要咁樣做呢？我哋香港嘅地區咧，就因為係屬於颶風嘅地帶，咁每逢咧一到我哋夏季嘅時間，我哋有颶風有大浪，海裡面嘅居住嘅人咧漁民同埋一疍家佢哋一遇到颶風嘅時候，佢哋往往咧就有生命嘅威脅。佢哋以為海裡面能夠製造出咁大嘅風浪咧係一啲嘅怪獸，所以佢哋就喺向海嘅嗰一啲石塊上面刻上一啲嘅圖文，嚟到希望鎮壓海裡面嘅怪獸，等佢哋嘅生命得到安全，同埋亦都借咁希望佢哋能夠得到子孫昌旺啦，同埋佢哋嘅生活得到安定嘅。事實上，喺大多數嘅石刻地點對開都有較大嘅石平台，我哋相信好多宗教儀式都喺上面舉行。同學，你哋又可唔可以想像當時嘅祭祀場面呢？